新闻头起先来关心2026年世界棒球经典赛这预赛结束，咱的台湾选手半暝登来到桃园机场。那运动部长李勇，还有上百位的球迷，拢专工去到机场来甲因接机応援。听台湾，欢迎回家。听台湾。世界棒球经典赛4组预赛结束，咱台湾队球员、教练、冠属会长蔡其昌11饭店公营回国。运动部长李勇代表去桃园国际机场接机，迎接 Team 台湾登来。总教练陈浩区投手陈冠宇代表球队接受电话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时间已经是半暝啊！桃园机场接机大厅900位热情的球迷，有人摕选手的面巾，有人穿球衫，用行动支持球员。中华队，挺台湾！这届咱台湾甲日本、韩国、澳洲、捷克共一组，以2胜2败结束。虽然无言拼入8强，不过一路奋战到最后的精神，互球迷留下真深的印象。杰宪跟陈冠宇。为什么喜欢他们两个？拼劲、干劲、冲劲、超战，100分。我觉得对我们台湾来说也是一个里程碑，就是能赢韩国也是蛮不容易的。比赛有输赢，球迷始终支持，自头到尾都无改变。非常感谢Team台湾给我们这几场非常感动的比赛，不管是输是赢，我们都会继续支持他们。对，我们不是只有赢球的时候才喜欢他们。对伫咧后壁出来，台湾队长陈杰宪太太塞一台红婴仔车，囡仔已经困去，现场球迷也随安静落来。这份大心的支持，也为台湾队这座经典赛旅程来温暖收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